Hello，各位師兄師姐同埋對八字有興趣嘅朋友，大家好啊！咁今日呢一個文章呢，就係想同大家傾下，各位嘅正襟危坐照本宣科嘅學術嘅講座，而係想用啲最輕鬆最貼地嘅粵語，同大家解釋一下我研究八字嘅心路歷程。咁特別係點樣由最初接觸鵲橋命理呢個現代化心理學導向嘅入門思維啦，咁慢慢咁去渡過到盲派嗰種刀刀見血、實戰為王嘅硬核技術，咁最後呢，就會嘗試將兩者融合，成為自己一套嘅睇本嘅邏輯。咁當初嗰陣時跟朱鵲橋老師學呢，咁我記得有一次。佢就話佢喺夜校嗰度教書嘅時候呢，個校長就想就同佢拍拖嘅。咁朱鵲橋老師呢，就好有性格咁樣就話一個個都拍，我拍得幾多個啊？咁佢就冇幾耐，學校就將佢開除咗啦。咁佢就初頭係賣生果嘅，咁就喺筲箕灣嗰邊賣。咁賣下就發覺佢都唔夠人嚟，咁最後呢，咁佢就去玩睇相，咁呢，就睇咗一輪之後呢，就發覺自己原來當初係命理嗰邊都唔錯嘅喎，咁就開始教命理啦。咁佢嘅命理呢，就有佢個獨特嘅之處嘅。咁講真啦，學八字真係一條漫長嘅路嚟嘅。好多人呢，就為咗以為呢，就熟背咗淵海子平或者係三命通會呢，就無敵啦。其實入到去呢，先發現書本係死嘅，人係生嘅。咁命運呢，就更加係流動嘅。今日我哋就以我自己嘅經驗就同大家分享呢一個從心理學解命從今次去過渡到去由數去到術呢個過程。而且呢，我哋會先澄清一個概念，因為好多新嘅朋友會混淆啦。當我哋提到鵲橋，我指嘅唔係牛郎織女嗰條橋啦，而係已故香港玄學大師朱鵲橋老師所創立嘅鵲橋命理學派。呢個係香港乃至廣東地區非常具有影響力嘅一個流派嚟嘅。佢嘅特點就係去繁就簡，唯物辯證。咁首先呢，我哋要好好認識一下朱鵲橋老師佢嘅學説啦。對於好多70年代出生或者係香港廣東成長嘅命理愛好者呢嚟講呢，朱老師嘅鵲橋命理系列1到5冊呢，咁常常都係啟蒙嘅聖經嚟嘅。咁朱老師當年就提出嘅觀點就喺當時嚟講係相當前衛，甚至可以為革命性嘅。咁傳統嘅八字就好多充滿咗好多神煞乜嘢天月貴人、陽刃、桃花、孤神、寡宿，搞到人都頭都大埋。但係朱老師主張就係捨棄繁瑣嘅神煞，回歸五行嘅本質。咁呢，唯物正法嘅入門啦，咁就朱老師強調話係唯物辯證法啦，就去睇八字係咩意思呢？即係將八字視為一種研究人體五行平衡嘅學問，而唔係乜嘢鬼神之力。咁佢認為呢，八字反映咗係一個人出生嘅氣候能量場，呢個能量場影響咗你嘅體質，進而影響你嘅性格。最終就決定咗你嘅命運。呢個就係著名嘅論點，就係性格決定命運。咁呢一度呢，就其實佢嘅所謂嘅五行嘅力量呢，其實喺鵲橋命理嚟講呢，就只係限於哲學同埋心理嘅維度啦。如果佢真係要一路發展落去呢，其實之後嘅盲派呢，就係會係比佢更加直接可以應用到。呢一點呢，就對於現代人嚟講就好好接受嘅，因為我哋唔再需要去迷信啲乜嘢啦，犯太歲就要拜神，要去思考我呢個八字結構導致我性格上有咩缺點啊？呢個缺點係點樣去影響我嘅決策啊？從而導致呢一個結果。呢個思維方式呢，就從八字從一種預測術就變成咗一種人生嘅諮詢工具。
咁啦，格局嘅強弱啦，清晰嘅判斷標準。咁雀橋命理嘅核心操作就非常重視日主強弱同格局嘅。咁朱老師就將命盤分為正格啦、普通格同外格啦、專磨格同埋重格嘅。正格咧就主要睇月令啦。如係春木生於甲木生於春天就木旺。如果八字裏邊就再多水木嘅，咁嗰個就係身強啦。如果係多金火土咧，咁就係身弱。咁然後就根據呢個強弱嚟取用神。身強就要克泄，身弱就要生扶。咁呢一個咧就同傳統嘅八字有啲唔同啦。咁佢哋除咗呢一種輔益用神之外咧，咁佢哋仲有其中兩種嘅。咁一種叫調後用神啦，一種叫病弱用神。咁咧我哋朱老師就其實佢就將呢一啲就唔要啦，就認為係冇需要嘅。咁所以咧就可以令到咧你學習八字嘅難度咧就降低咗好多。邏輯就簡單直接啦。呢一個方法雖然係被一啲傳統派批評咗為過於簡單或者係一家之言，但係佢嘅優點就係門檻低，邏輯清晰，初學者咧就好容易上手。只要判斷準咗強弱啊，找準咗用神啊，大概嘅吉凶方向咧就唔會太過離譜啦。咁咧其實佢對朱老師嚟講咧，其他嗰兩種用神咧就應該係唔到20%。咁咧只要你係能夠掌握到個斷事嘅方法咧，基本上咧就夠用噶啦。心理引導同埋現代嘅議題啦，朱老師嘅書裏邊咧，我就花咗大量嘅篇幅去討論現代人關心嘅問題啦，婚姻啦、婚外情啦、事業抉擇。佢唔會只係話你克妻，而係會分析你嘅命八字裏面呢，比劫係咪太重啊，導致你性格強勢，唔顧及伴侶嘅感受，從而引發婚姻危機。呢一種解釋，命主就聽得入耳，亦都好容易去改變。咁就係雀橋命理嘅魅力，佢不僅僅係算命，更加係算心嘅。咁喺我哋學習嘅初期啦，雀橋命理咧就幫我哋建立咗一個宏觀嘅框架嘅。咁我哋學會咗點樣去快速咁判斷一個人嘅基本特質，同埋咧就佢係內向或者係外向啦，係衝動或者係穩重啦，係適合創業啊定係適合打工啦。呢啲都係基於性格決定命運嘅大前提。但係隨住學習嘅深入呢，我哋發覺呢就係雀橋命理都有個瓶頸。當面對一啲複雜嘅非典型嘅案例時候呢，單靠強弱用神有陣時都會顯得無力。例如呢，有兩個八字同樣係身強用財，點解一個就係億萬富翁，另一個就小康之家呢？為乜嘢呢？一個婚姻美滿，另一個就離婚收場呢？呢個時候呢，就單憑心理性格嘅分析呢，就似乎就唔夠精準，唔夠狠啦。咁我哋需要更加細緻、更加技術性、更能夠直接具體咁去事件嘅工具，判斷事件嘅工具。於是我哋就轉向咗盲派啦。講起盲派呢，就好多人習慣咗做子平或者係雀橋思維嘅朋友呢，一開始就覺得好難適應嘅，甚至係有啲毀三觀，因為呢，盲派係傳統八字裡面一個非常獨特嘅分支。昔日好多嘅盲人算命師呢，就口傳心授而得名嘅。佢係最大嘅特色呢，就係在於不拘泥於傳統嘅日元旺衰同埋格局，而係極度重視實戰斷驗嘅。咁盲派相傳呢，就係源自戰國時期嘅鬼谷子，作為盲人為生嘅技術呢，就經歷咗好多代嘅累積，發展咗一套呢就獨特嘅系統。咁盲派主要呢就係隱聖先生所傳嘅我哋講嘅就係隱聖先生所傳嘅下重奇門派啦。並非係冇理論嘅，相反佢嘅理論就非常之紮實，但係側重點就唔同。佢就探討咗陰陽五行、干支合同埋沖、十神生剋就為現象，但係更強調就係干支之間具體作用嘅規律。尤其係合同沖兼具咗各種隱藏嘅干支啦，發現同埋應用喺
傳統子平或者係鵲橋命理中呢，我哋就可能會更加關注生剋制化嘅平衡，但喺盲派眼中呢，呢一啲作用關係本身就係帶有強烈嘅信息。就例如衝唔一定係代表壞，可能係代表啟動，代表出現向好嘅事物。合呢又亦都唔係代表好嘅，一定係代表好嘅，可以係代表係封閉，代表失去自由。盲派通過呢啲細節嘅作用呢嘅關係，就嚟推導到事物發展嘅軌跡啦。咁呢就呢一度呢就要重點講一下盲派同傳統八字啦，包括鵲橋命理嘅主要差異啦。傳統子平八字呢就強調日元嘅旺衰同埋格局平衡，一定要揾用神忌神。但係盲派呢就棄用忌神嘅概念嘅，或者係話去弱化佢嘅地位啦。咁專注喺睇八字中嘅各個干支做工嘅效率。咁咩係做工呢？簡單啲嚟講呢，就係八字裡面嘅字點樣去獲取財富、權力、名聲。盲派就認為，不管你係身強定係身弱，只要你八字結構能夠有效咁做工呢，你就能夠成功咁達到效果。好似話八財星做工發富，劫財星做工呢就窮困破耗。講到呢度啦，可能有朋友話：咁你到底係企喺鵲橋啊，定係盲派呢？咁我嘅答案就係細路仔先做選擇嘅啫，成人就全部都要嘅。咁我哋發現咗單獨使用任何一個門派都係有局限性嘅。咁純鵲橋呢就好容易流於空泛。咁對於具體事件嘅應期啊、吉凶程度呢，判斷就唔夠犀利嘅。純盲派有陣時就過於光眼，缺乏對人性嘅細膩情感嘅捕捉，而且如果基本功唔紮實嘅話，好容易會造成誤判做工嘅方向。所以我哋而家研究嘅思路呢，就係兩者結合，形成一種外柔內剛嘅論命風格。咁呢，喺攞到一支命嘅時候呢，我哋會首先就會用盲派嘅方法去快速咁掃描啦。第一就係睇翻人生格局啦，第二就係睇翻佢主庫嘅道力量。咁就呢一步驟呢，就我哋會迅速咁確定呢一個人嘅人生格局嘅大致吉凶趨勢。咁呢個骨架呢，就確保我哋論命就唔會偏離大方向，就唔會將一個乞衣呢就斷咗去做總統啊，亦都唔會將一個短命嘅人就錯判去做係長壽嘅。盲派嘅實戰斷驗能力呢，就喺呢度發揮得淋漓盡致啦。確定一大框架之後呢，我哋就會切換去鵲橋模式去填補血肉同細節。睇婚姻啦，盲派就可以話俾你聽，夫妻宮受夾衝啊就會離婚啊。但係鵲橋思維呢，就可以話俾我哋聽，點解會咁呢？就因為你嘅性格太過強勢啦，就比劫重，定係因為你內心缺乏咗安全感啊？印星好弱啊！咁我哋可以結合咗朱老師嘅心理分析呢，就俾出建議，你需要就揾一個性格溫柔嘅伴侶啊，用神調候啦，或者係需要改變自己嘅溝通方式。同時呢，鵲橋對流年嘅分析呢，都可以幫我揾出具體嘅應期。咁呢，就睇六親啦，盲派睇父母兄弟姊妹呢，主要都係睇我一個十神星呢，做工嘅順利與否嘅。而鵲橋嘅思維就可以幫我哋理解家庭內部嘅情感流動。例如印星為母，如果印星被財壞呢，咁呢就盲派就會斷剋母或者係父母不和。咁鵲橋則可以進一步分析，就係因為父親嘅財星呢就太過強勢咁壓抑咗母星。仲有係因為中間缺乏咗溝通，導致咗誤會加深。呢種分析對於命主嚟講呢，就更加具備指導意義嘅。盲派呢就對內心嘅世界就描述就相對較少，而鵲橋就擅長捕捉情緒，例如食神攝獸，盲派就話你聰明啦，有才華。鵲橋呢就可以話俾你聽，內心渴望表達，喜歡自由就唔喜歡受約束嘅。
咁啊，甚至喺藝術上邊有獨特嘅觸覺。如果呢個人嘅行運不好呢，咁盲派就話你破財啦。咁啊，雀橋就會建議你將精力投入到創作或者學習之中啦，以泄受氣，從而避災。呢個就係性格決定命運嘅逆向運用，通過調整性格同行為嚟改善命運嘅。咁呢，就講咗咁多理論啦，最後我就想同各位入門或者係正在迷惘期嘅朋友分享幾點心得啦。咁就唔好迷信派別之爭啦。咁網上好多人都罵戰啦，子平派呢就話盲派冇理論基礎啦，盲派就話子平派呢就準確率低啦。咁雀橋派就批評過於簡單啦。咁其實呢就存在即係合理嘅一樣嘢。佢可以長時間存在，一定有個道理嘅。每一種流派都係前人經驗嘅總結，只要側重點唔同。作為學習者呢，我哋應該好似蜜蜂咁採買藥，博取眾長。朱老師嘅書呢，就適合入門，建立框架、理論性格同埋命運嘅關係。盲派嘅理論呢，就適合進階提升實力鍛鍊嘅能力，就唔好因為學咗盲派就睇唔起子平。因為咧學咗新嘅派別就否定傳統啦。咁呢，無論你係邊一派啦，都要培養自己對象嘅敏感度啦。盲派嘅象法尤其重要啦，多睇啲自然界嘅現象，多觀察社會上嘅人同事，將抽象嘅觀知呢轉化為具體嘅圖像。例如睇到金水相關就唔好淨係記得聰明漂亮啦，就要想像冬天嘅湖水清澈但係寒冷。從而推導出一個人呢，可能性就係性格高冷、孤傲，但係才華橫溢。咁呢，書本上睇1000遍呢，就不如實際咁睇一個盤。建議大家從身邊嘅親友好友開始練習啦，記錄佢哋嘅八字，以及佢哋發生嘅大事咧，結婚、生仔、升職、破財、生病。咁然後就回去就睇下去復盤。睇下八字裏邊有啲乜嘢嘅信號對應呢一啲事件，特別係盲派嘅技法啦同口訣，非常需要實踐去驗證同埋累積嘅。你可以嘗試用盲派做工嘅理論去解釋呢啲事件，睇下係咪吻合。咁命理係一個探索天人關係嘅學問，佢唔係萬能嘅。我哋可以通過八字睇出趨勢，但唔可能決定命運。就喺俾別人建議嘅時候呢，要多給予正能量，引導佢哋向善向上，就唔好恐嚇命主，唔好故弄玄虛。真正嘅人生導師呢，就唔係一個恐懼嘅製造者。咁朱老師當年寫書呢，就初衷亦都係希望幫助自己幫人去認識自己，從而更好咁生活。咁盲派師傅當年靠技藝為生，靠嘅亦都係準確同埋誠信。古代八字理論係基於農業社會嘅，而家嘅社會結構已經發生咗翻天覆地嘅變化。我哋論命嘅時候呢，就必須要將八字放喺現代嘅語境中去解讀嘅。例如七煞喺古代可能就會表達為武職同埋災禍，咁現代呢，應該係代表企業嘅高管、創業風險或者係競技體育。雀橋命理之所以受歡迎，就係因為佢緊貼現代生活，呢一點係值得我哋學習嘅。而盲派嘅象法呢，亦都係給予我哋賦予現代嘅含義。例如驛馬喺古代係代表走路啦，而家係代表咗飛機、高鐵或者係互聯網嘅業務。咁總而言之，八字嘅研究呢，係一場冇終點嘅旅行。咁從朱雀橋老師嘅現代辯證思維到盲派嘅命理嘅理法，咁呢一啲中間嘅融合同埋碰撞，正係命理學嘅樂趣所在。我哋希望通過呢篇文章呢，就能夠為大家呢兩種思維方式有一個立體嘅認識，就唔好局限於某一個框框裡面，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當你能夠自如咁去切換視角，既能夠睇到宏觀嘅格局，又能夠洞悉微觀嘅情感。咁最後就送俾大家一句啦：
命由天定，運由己身。八字係俾我哋提供一張地圖，但係路係點樣走呢？腳還是在我們自己嘅身上。咁希望每位朋友能夠通過學習八字更好認識自己，把握機遇，趨吉避凶，過上自己想要嘅生活。今日呢嘅時間亦都去到呢一個尾聲啦。咁多謝大家嘅收聽，拜拜。